这是北港镇的花灯教师研习啊，每年都会办，已经办了16年了啊，所以朝天宫就会补助在北港各个学校轮流举办那个花灯研习。它有别于灯会的研习，但是它是自主性的，因为有鉴于以前北港镇的学校都会自己做花灯去朝天宫交件并且比赛，所以朝天宫呢为了要推广让这个花灯技术技艺更蓬勃，更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他就每年都会举办这样子的种子教师的研习，让种子教师做了花灯以后回去再指导其他的小朋友，可以完成他的作品这样子。有这个机会来办理这一项传统民俗技艺的研习，尤其请吴登兴老师当指导老师，各学校都有派研习的代表的老师跟家长到我们英国小来研习1个礼拜。这个礼拜我发现他们都很认真的在制作，在吴登兴老师的指导之下，协会这一项传统技艺花灯的一个北港特色一个活动。那很感谢朝天宫对我们的一个经费的一个赞助。后来参加之后就觉得很有趣，然后那个吴老师真的很热心，就都从头到尾都有指导我们怎么去做，而且真的是蛮有趣的。所以呢，以后有机会还是可以，就欢迎大家来参加。第4年参加这个研习，然后我今年是做一只大老鼠，跟我儿子的一个金元宝2只小老鼠。小老鼠跟金元宝是他自己构图，我帮他制作的这样子。师傅教我们折元宝跟老鼠。最难的部分是体积越小越难折了，体积比较大比较好折。我第4年参加，我觉得来这边可以交到很多好朋友。然后其实花灯这种东西你们看似很简单，一个平面的东西怎么把它变成立体？我觉得这个是思考，所以我们会每年都会想要参加，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